无啊。耶稣就对伊讲：既然若是安尼，囝会使毋免交税，总是耶稣是天国的囝，总是安那，总是为着安那，为着卖互安那，互人一个脱害啊！咱来看顶头迄页，耶稣恐怕触犯，触犯伫原文的意思，搁较济是讲着啥？互人跋倒。耶稣为着无爱互即个来收即个税的人跋倒呢，所以即个问题我想啊，因心内就会想啊，到底是啥物人较大啦？你毋是讲即个你是天国的囝，你上大啦！我要交税毋交税，我本来就免交啊，我谁人爱交？耶稣敢若为着即个原因，惊的啊呐，惊的互人跋倒。触犯华语讲叫做触犯，但是原文搁较济意思就是讲惊爱互人跋倒，主是上大的，总是伊惊人跋倒，所以伊就甲彼得讲：来，你去鱼的摕是一尾鱼来，嘴内都有1箍，互伊，互你摕去做即个税来用。咱若看即段经文，有的人会安怎讲？讲哇，这耶稣较厉害，比即个掠鱼的搁较厉害吼！凊彩知影得一只有钱吼，咱的主是大官能的。嘛有人讲对啊，基督徒就是爱奉献互教会啊。搁有人讲这段经文就是主耶稣要供应咱人的需要吼。伫要迄个时阵必要的时候，伊就会行神迹奇事，伊是全能的哦。当然，搁较有人用这个来应用讲，咱基督徒伫地上的天国，地上的地上国，咱嘛虽然有天国的身份、天国的国籍，总是咱嘛爱交税给政府。这或者拢着，总是搁较重要的是今仔日咱的经文，因为咱有看到后壁的经文，对17章尾六到18章，甚至19章到伫要20章到20章，拢一直讲到一个主题，就是天国的小子。细汉囝，天国小子，天国小子，咱爱安那，免得脱害，免得脱害，免得互人来跋倒。对啊，咱看到这段这个前文，咱就知耶稣伊实实在在咧甲人讲，伊是天国内面君王的囝，伊做一个示范，榜样。伊无想要互人跋倒，来谦卑落来，伊愿意安那摕钱去纳税，伊放弃一寡权利，做一个榜样，这就是谦卑。谦卑的人就是亲像安尼，天国内面上大，应该是主耶稣上帝上大。什么原因？伫遮讲是小子呢？咱的经文咱就看，咱就知这个上大，搁较济意思是耶稣基督伊看重什么？伊看重什么？伫经文了后，伫18章一开始就讲当时，用意就是咧讲啊呐，这个拄则讲迄是共款代志啦。当时后壁的时阵，咱要看到伫18章21节要讲到了下迄阵啊讲什么？那时，华语讲这个时候讲当时咱要到21章的时候要讲那时，咱就知。这伫文学章就是讲头一共款一项代志，耶稣共款一脉都在讲小子，一脉都在讲天国的小子。天国什么人最大？更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在天国里，耶稣最看重什么？不是所谓的大位阶大小，而是上帝上看重什么？所以耶稣也要求伫天国内面，咱既然是天国一份子，伊有要求咱参像囡仔共款谦卑。咱当礼拜嘛有讲，咱活动参像囡仔谦卑，所以咱做一个小块的清理。什么叫做谦卑？什么叫做囡仔？下骹咱要讲，头一个需要倚靠上帝，无看家己最高。主啊，我是安尼想，我是安尼求，总是主啊，我需要倚靠你。这就是囡仔，无轻看任何人，无看轻任何一个人。甲咱上时这个时阵咧做礼拜，伫地下室，咱敢捌去楼骹做过礼拜，是所谓恩友的礼拜。人讲的结友，有人讲寒士，
管如何，有一群社会人看因袂起的，你若坐喺中间，你就知影讲，哇，啥物味拢有啦。有煮饭香的味，嘛有真正你坐落去，哇，毋知要安怎讲，尤其热天，主无看轻食的。咱家人教会有主的启示，咱嘛无看轻食的，因共款甲人礼拜。咱有几个同工，特别是富春长老、励志长老、企业城长老哈，有当时分享长老买代替咧楼骹主持礼拜11点到11点半，啊，搁应验无输。每一遍我伫遐咧主持礼拜时阵，我看到因的目睭，我实在是真感动。目睭紧紧看你，你就知影讲伊活你啊，较无讲你要讲啥物会当互我改变的，伊毋是咧等便当尔，毋是。感谢主，互咱有一群的遮的人提醒咱，兄弟姊妹，耶稣看重因，咱是毋是嘛看重咱身躯边的人？咱无去看遐看袂起伊，因为谦卑的人是无看轻任何人，看重上帝恩典，无分，咱拢无分，谁的罪较大，大罪、中罪、小罪，也是小可。兄弟姊妹，不管大罪小罪，咱拢是罪人，阿们吗？感谢主，咱虽然是罪人，总是咱是蒙恩的罪人。主看重咱爱有主的恩典，咱每一遍到主的面前，咱再来求伊来赦免，咱每一遍都会当重新阁有气力，阁较谨慎谦卑真重要。咱无互别人来绊倒，这什么意思？咱无讲啊，教会牧师讲迄啥物道理，咱青年上会安尼吼，我伫 FB 来，牧师讲啊，哎呀，我定定甲要甲青年嘛，要甲咱大家讲，谦卑的人就是讲，牧师讲的再不好，再不合我心意，长老再怎么样，我没有被他绊倒，因为我的眼睛来礼拜，我是为了谁？阿们。小孩子的重点，他知道看重点是上帝，不是看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小孩吗？咱是囡仔吗？真重要哦！咱若毋是咱若是看无别人，咱若是看无家己互绊倒，足严重的。当礼拜讲都有讲哦。倘若你若有一只手还是一只脚，叫你跋倒，你就爱站起来献杀，啊无啊，你宁可完全入去天国哦。所以咱毋通看轻任何一个人，因为主无爱。主爱咱亲像天国的囡仔一样，我靠上帝，无看轻任何人，咱看重上帝恩典，无凊彩阁犯罪，讲啊，反正上帝会饶恕我，我做罪再阁来，主啊，请你来原谅我啦，毋是安尼，看重上帝恩典，谨慎无互别人，无互家己嘛，无互别人来绊倒。耶稣是安那？耶稣凭什么？耶稣凭什么？讲你若熟悉我，你若倚靠我，你的性命就得到改变，你的正做是新的人。耶稣是朋友，是你的朋友。凭这个啊，没有人要跟你做朋友。你在公司、在学校，你被人家霸凌；你在家庭里，你是孤单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耶稣是你的朋友，伊甲你到底。还有什么？耶稣是恩典，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一个人，什么人？耶稣这个人。你有耶稣，你就有所有恩典。恩典是安那？你不应该得，结果你得到。原来我应该付出代价的，原来我应该付的，结果主替你付了，就是恩典。这就是安那。耶稣是重点，其他都不重要。重点是耶稣是重点，耶稣是喜乐。我们因着耶稣的喜乐，我们有力气，我们有能力。咱是因为有耶稣的喜乐，咱就有气力、有能力。因为耶稣就是喜乐，咱因为有耶稣，咱认识伊，咱就知影咱会当有喜乐。耶稣就伫遮，所以天国伫对，伫咱的心内。因为耶稣就伫遮，因为安尼，咱的主已经死过我。耶稣是生命，是永活，所以咱若是倚靠伊，咱认识伊，愈认识伊，咱就哪倚靠伊。亲像囡仔单纯倚靠伊，亲像囡仔你甲讲，伊就改过自新，伊就悔改，你的性命就被改变。是啦，耶稣是咱的朋友，是恩典，是重点，是喜乐，
是伫你心内，家己伫地，搁较重要。耶稣就是死搁活，伊是生命，因为他凭这些，伊就是凭着这个。当咱明白伊，咱搁较相信伊，咱挖靠伊的时阵，哇，咱的生命就无共款。这就是咱的信仰，足简单。你就是接受，你免成本上，你接纳，你和主来接纳，你接纳主，打开你的心，不管你是谁，主说你只要接纳主，你要接受这个信仰，你就觉得哇，我的人生。活起来了，我知道我要为谁而活，我就知道我要付出行动。所以你就伫遮做完礼拜，你回去你又招两三个讲，行哦，咱来设定对象，行哦，咱来传福音哦，行哦，伫7月的时阵，足侪人需要福音的，紧的哦，行哦，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。什么不是基督教的信仰？要叫你先做功德，再来接受信仰，再互人讲你做了袂歹好，再互你一个什么券。然后什么会员？不是，不，基督教不是这样，耶稣不是这样。耶稣先接纳你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接受这个信仰以后，我们就被激励了，我们就被激励说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我不要只有一个人，我知道我活出，我食到这个甜，我嘛要甲别人讲，哇，咱到底有这个好的消息。安尼，咱就是一个团队。咱伫天国内面，咱就会当有团队来侍奉。伫圣经中间，伫这中间，耶稣讲团队侍奉是安那，咱就要来看。咱要安那团队侍奉？头一个，咱就看重天国的小子，因为上帝无愿意一个人失丧，伊无愿意。你看伊旧的咧，18章伫中这个第10节，伊就讲定99只羊有一只放去，伊宁可爱安那，伊看重迄一只。所以请咱99只，咱遮拢上帝囝儿，唔通心怀不平，讲耶稣是会晓算数，袂晓算数啦。99伊若去找迄99散去要安那？兄弟姊妹，99就是咱就爱2个、3个互相牧养。咱就爱互相成做甲主的团队，认真来设定对象。迄一个咧外口的，咱来看重伊，唔通讲咱99个就好，迄一个无要紧，最要紧因为主看重。所以咱谁爱设定对象？咱有这样侪关怀，咱伫爱去短宣，等下要短宣这个差遣，咱要搁爱安那？咱要搁伫个8月底，咱要看重这社区的这个乐龄的，因为咱无爱一个人失丧。我最感动的就是咱的乐龄区区长，伊带有一组新来的拢去伊组，所以伊迄组啊有迄落毋捌字的，有我头一遍看到2个虽然毋捌字搁毋捌咯就开始冤家啦，差无相拍尔。伊迄组嘛有迄新来迄落咱关湖长老进前的同事中研院的，这。天差地，毋知要安怎带。总是我看到咱乐龄的小组长，每一个拢足用心的。毋那即组，别组嘛共款。偷看这长辈，无看因已经老坐岁囡仔较重要。毋是，拢认真，甚至我阁捌看见咱的小组长私下买圣经送伊，甲伊讲你安怎读，你安怎读。有需要的，伊帮助伊，就因为咱无看轻，是看重。我哪会知？拄好，互我溜着。伊无爱互别人知，总是我对遐越过看到，迄个人咧流目屎咧讲伊心内伊的囡仔，社区的，甚至读较小可无啥好势，甲厝拢要甲烧去，咱。得福就是做安尼一工，咱就是甲主来同工，因为伫天国内面是要互人拢得救，咱谦卑，承认家己也无够也，总是咱无要看轻咱家己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谦卑毋是看无家己，最近咱开始咧为着中级咧邀请甲即个小组长，甚至咱咧准备明年属灵家长要邀请你来参加即个训练。若牧者也是中级，也是有同工邀请你，来参加小组长训练。毋免啦，毋通啦，我坐会毋免啦，这就是看轻家己。
刚好当咱若受邀请的时阵，等下报告的时阵，主嘛对你讲，你爱讲啥物？我愿意。咱练习一遍好无？主邀请你同工，你要讲啥物？搁一遍好无？主邀请你甲伊同工，咱要讲啥物？阿门。别项拢免先免讲，咱先讲主。我愿意，因为咱无看轻，上帝无看轻咱，咱嘛无看轻咱家己。好，主要安那？除了看重，实际上伊阁去找回哦。今仔日经文就是讲找回。安怎讲？即个一路的脉络，咱看18章开始讲，天国向上大，过来安那？讲你若互人跋倒的哦，吼，就是足严重的哦，吼。啊，搁过来讲啥？羊无去，要去找迄一只吼，99只吼，啊有一只无去，主要甲找倒转来，找倒转来，总是伫内面安怎找倒转来？因为即个兄弟得罪了你。华文发音毋是讲改好，得罪谁都可以得罪我啊，对不对？看我不顺眼，我看他不顺眼就得罪。这个意思较毋是安尼，这个意思的意思是讲安那？是你已经偏了正路，你已经偏了，伊做不应该做的代志，伊可能有小三、小四、小五，已经偏了，咱要甲找倒转来，是安尼，已经失去公义的，伊做毋对的，亲像以前阮有费用，阮逐工拢互伊做工课，有一工伊甲我讲太太，伊嘛是基督徒啊，哈，足少的啊，菲律宾人是基督徒很少，因大部分拢天主教。讲圣经内面有讲啊，吼，要安怎做主人，安怎做奴仆，哈。主啊，这就是主内的兄弟，我得罪啊！你敢会使互我去礼拜？会使，因为我互提醒。当伊去做礼拜，因为伊足细汉的，我应该捌讲。无到150，阮公公180，哈！你看阿贤安尼，你莫想，因爸爸是180哦，只是美况安尼。伊讲我当无法伊去礼拜，转来了后，伊讲我有为迄个阿公祈祷啊。我后边每礼拜拢要去做礼拜，伊去做礼拜，我要安那？阮都爱有人吼，总是都无人啊。主啊，你知，咱袂使互人安那，不能不公义哈。好，真奇妙的主，伊迄天为我的公公祈祷，拜一，阮公公透早就徛起来，互你看。咱的主奇妙无？阿门。伊徛起来。所以，这个150不到150的费用，伊毋免扛阮公公，阮公公180。咱的主就是遮奇妙兄弟姊妹，当咱人啊找咱讲，你得罪我，你失了准哦，你无公义哦，咱就爱来安那悔改。咱若是讲伊就明白啊，我们就得着。咱去讲，毋是要指出人家的错，是要赢回。是要甲人赢倒转来吼，赢回哦，遮有讲哦吼，特别讲你若是有人得罪你，你就爱找伊对无吼？两个讲啊，若讲袂用的咧，啊，就爱搁找2、3个啊那来做见证啊吼。最主要毋是要指正他的错而已，上重要是要他赢回哈，指明他的错，让他知道什么是正确正道的。下面你得罪了主，所以你爱转来。接落来咧，即个就讲16节讲，因若毋听，恁就找1个、2个、甲伊3甲去，用2个、3个人的厝做干净，逐句话拢通做啥呐？并准。请问青年长真心实讲，无事啊，请问哦吼，你若听讲着带1个、2个、3个去，啊，请问是哪变2个、3个喙？啊，这算啥是对啊？毋对？你有看经文无？我搁读一遍哦。伊若毋听，就着带1个、2个、3甲去，1个还是2个、3甲去，用2个、3个人的喙做干净，逐句话通做并准。我安尼饲几个喙啦？2个、3个，
会使哦，感谢主吼！你嘛爱算啦吼。重要无咧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啦，重要是爱安那，咱爱有准则，咱爱有标准。所以咱讲爱讲啥，咱唔通讲安那，唔通留天假啦。啊，你即个人就是安尼啦，逐边啦，迄边安尼，即边佫安尼，即拢免讲煞。评准咱要讲啥？头一个人犯罪有3种，头一个伊就是无做到，忽略了啊，歹势，袂记哩。因少年听讲，牧师的标准，有应验牧师的标准的动作是啥？啊，忘记这样哈。我会忘记，所以对不起，无知的有没有人骑50cc 讲伊免牌照，所以伊免驾照伊会使骑？50爱驾照免驾照，要不要？要嘛哈，但是有人无知嘛哈，有人无知就说他有汽车驾照，他还要骑摩托车，这个弟兄有没有得罪你？有没有得罪神？有没有违法？有无？有无？有啊！你就爱甲讲啊呐。落来，你袂使翘倒摆，因为你安那，你无知。人即马规定安那，骑50的爱有驾照，爱去考无？爱啦，虽然你3遍拢考无过，你嘛是爱考啦吼，知无吼？袂使骑就是袂使骑啦，你知哦？无知，你袂使互伊骑就是袂使互伊骑。啊，佫有一个咧，错误，真正做错了，对不起。好，所以当咱2、3个人。咱来做见证，定准。我们只要讲这些事实就好，其他你自己认为他是怎么样的人，嘿，拢是论断，好不好？不是判断。论断跟判断不一样哦，对不？判断跟论断共无？无共在倒。啊，袂共问了啊，你这样就是安尼，啊，这或者啥？所以吼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以后无说要甲大家讲，我常常听到翁仔某，常在咧我面前讲，啊，阮迄个就是安尼啊。后边我若听到安尼，我就会甲你讲，我今仔有领受吼，讲，请你唔通安尼论断你的某，嘛唔通安尼论断你的先生，安尼敢好？唔通论断别人，咱只要讲事实就好。接落来咧，我甲伊讲，伊一遍讲好啦，后边唔敢，后一遍过啦，搁敢过来啊，后边唔敢，搁后一遍咧，过来啊，就真上济安尼啦。因也无说脏吼。都明年我要去周六要讲道啊吼，来啊！我自杀了，请问我要安那？我较紧甲回啊！我生什么代志？你心会惊袂？啊，若真正去自杀咧，啊要创啥？你借我5万块，我一定会还你啦。兄弟姊妹，求主怜悯我唔知要安那吼，尤其今仔要来讲疗舍啦吼。咱要安那有智慧吼，恳求上帝来帮助咱，咱要挽回咱的弟兄吼，因为这拢咱的弟兄。要安那伊1遍、2遍、3遍，咱就是爱疗舍伊。这是今仔日的经文了后，就讲哦吼，这个彼得吼，这个彼得真心实吼，咱的彼得足心实的讲，主啊，无是爱疗舍伊几遍啦。好，1遍讲安尼，1遍，到底爱几遍啊？主讲你著爱几遍？安尼是几遍？有人讲7遍尔吼，敢若看到7尔吼。好，张青年，我490。我讲好啊，你就行啊，1遍原谅他，袜子没有丢，放在桌子上。第2遍过来，第3遍过借钱，第4遍、第5，讲到尾啊，第几遍啊？你会记哩袂？袂记哩安尼就对了。袂记哩又搁原谅伊1遍。意思就是讲，你无止境，不是490次。你若搁算甲足清楚，这489次安尼就是安那，搁无够呀。完全就是讲，当安尼，这个弟兄伊无法度回头的，咱就爱来疗舍伊，咱来为伊来祈祷，因为祈祷为伊祈祷就是修炼，祷告就是连结，不然他就一个而已。那么，咱透过祈祷，咱就来甲伊连结。经文继续要来讲，所以咱就是爱来疗舍。咱的教会是感人还是感人？哪个感？感动人，感谢主吼。但是牧师，无你甲讲过来，这个经文讲的，你敢会使讲互我听看卖？17节安怎讲？
若唔肯听因，就甲教会讲，对无？佫唔听就甲教会讲哦吼。若唔听教会，就着看因亲像啥？外邦人甲抽象的。请问教会是上面那个感人，还是下面那个感人？哪一个？上还是下？上。耶，吼，有信心讲上。下嘞，这样不是讲叫他看他为什么外邦人或什么抽象的呢？敢唔是安尼？唔是甲因赶去教会的意思？无这是啥物意思？兄弟姊妹，当你若无法度处理，咱就来甲教会。虽然伫遮讲的教会，甲咱即马讲的教会意思无共，因为伫马太福音的时阵，佫无即马即个教会的组织。真正有教会的组织形成是伫个使徒行传段以后啊，是主已经死过活上天以后的。这个教会佫较侪意思，就是讲一群互主呼召的人，因为信仰的缘故，咱彼此相助之敬拜，咱彼此相助之来彼此约定。这个教会有佫较侪迄个时阵的意思是安尼，总是若用伫咱即马，嘛是亲像咱教会一样。咱教会有牧师，有长老执事，咱若是有啥物无好势所在，咱会使放来到教会中间，咱一遍搁一遍，互咱有佫较好的方式来对待伊，咱来互人感受到上帝。咱毋是赶人走，咱是互人感动。所以咱的这个天国团队的侍奉，咱的这个官兵是对倒来，咱的这个官兵是对主下来，主继续。接落来讲伫天顶咱甲来读即个真有官兵的话，请我实在甲恁讲，既若恁伫天里白个，伫天里也要白因；既若恁伫地里透个，伫天里也要透伊。伫遮佫较侪意思，就是讲啥物？白是啥物意思？定罪、透放咧。疗舍，咱伫地上所疗舍，伫天里嘛疗舍，而且是伫疗舍中间的，佫较深的意思是啥物？异地。所以你若想讲，即个人我无法度疗舍伊，你就是咧甲家己讲，我无法度异地啦，我无法度，我会病无法度互异地。就是讲，我若疗舍伊，伊互异地，我嘛互异地，即个意思。所以就是讲，毋是干那伊互透放，毋是干那伊互你疗舍尔，毋是干那伊互异地尔，连你嘛互嘛互主来透放，你嘛来互主疗舍，你嘛来互主异地。兄弟姊妹，咱敢好，定定伫主内面，来两个同心来祈求，或者有通是咱真正真白白。咱真正毋知要安怎疗舍人，咱真正毋知要安怎来做好，因为圣经一本尔，时代咧改变，咱要安怎来彼此来服侍咧？咱来看一个经文，请，因为福音有传互咱，亲像传互因，总是所听的道无利益因，因为听的人无用心，甲道理相合。意思就是讲，虽然咱传同款的福音，咱看同款的圣经，总是咱领受的，哪会无同款的解说？安尼咱就爱两个人同心合意来祈祷。咱伫教会处理真侪代志，上侪就是安尼。即项代志发生，那你的看法安尼，你的看法是安尼，同款的圣经哪会解决的无共？就是因为咱咱毋知上帝心意，咱就爱来听。当咱拄着安尼，咱就来听主你的声是啥物。所以咱祈祷佫较济是是到主的面前。今仔经文最后讲耶稣要甲咱伫地，两三个人奉主的名来聚会，主讲伊就伫伫咱中间。当咱处理这无好势、这冲突的时阵，咱佫较爱知，毋是干伫教会，伫厝内嘛共款。我相信咱因为人无共款，咱有真侪冲突，咱爱去面对。咱要找回迄个迷失的囡仔嘛好，找回迷失的先生太太也好，找回迷失的自己也好。咱家己嘛迷失，咱爱知影。当咱咧判断代志时，有几个警醒，
刚好，咱斗阵来领受，就是咱爱知，咱毋是完全的。当咱咧讲别人的时阵，一定爱真知，咱毋是完全的。最后的审判要到伫主遐，啥物人会使做上尾的审判？当然是咱的主。咱是教会和平的使者，咱毋是教会警察。当然，警察是有伊好，但总是咱毋是伫教会中间咧看遐有诶无？哦，这毋对，这毋对，这毋对，毋是。咱是教会和平的使者。搁较重要是，真侪代志咱真正需要时间来显明。有无事来到咱中间，还袂2年。有真侪诶代志，或者你会感觉讲咱诶牧者团队，哪会敢若甲我心意无共款？有真侪代志，咱需要找，咱需要来祈祷。所以拜五祈祷会是安那遮重要。是安那真侪人讲我著祈求上帝拢知，我哪着搁祈祷啦？伊拢知我哪着搁祈祷？而且我哪着来甲拜五甲逐个祈祷？爱，因为2、3个人咱组织，咱搁较明白上帝心意，才明明甲人讲那。咱若是奉主的名来求下主的心意，当心下主的心意，主就要成。所以，啥物是下主的心意？虽然咱有艰苦的代志，忧闷讲，敢若拢无法度解决，总是主要搁一遍甲人讲，你毋免忧闷，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快乐。咱拿三角来领受这个应允，好无？请。恁毋通忧闷，因为对耶和华得到的欢喜是恁的能力。真奇妙哦！伫厝内无法度解决的，翁仔某无法度解决，伫教会中间无，伫公司无法度解决。你的忧闷，毋免忧闷，只要你得到啥欢喜哦，得到主耶稣的欢喜，我们因耶和华的喜乐，我们就有力量、有盼望。因为主耶稣的喜乐，我们就有盼望。我们就有力量。当礼拜，阮参加树林中国教会，阮细汉看伊大汉的一个李明英老师伊是指挥，阮对细汉甲下拢参加伊的圣乐队。阮知伊对少年的时阵，22岁就得脑瘤，伊迄阵脑瘤眼睛爆出来，所以伊的眼球照出来了后，伊。一个眼睛是假的眼睛，另外一个眼睛是视力很差。总是主互伊结婚，佮生囡仔一男一女。主佮差派对美国来，转来对囡仔出世了后，则有一个医生讲我会当开刀会当开刀，我甲你开刀。迄边5个人开刀中间，敢若伊活落来，主来互伊真大医治的恩赐，互伊得到安尼佮唱歌的恩赐。当伊10年前，伊的查某囝34岁时阵嘛，发现甲伊共款得脑瘤，伊嘛当心祈祷，教会真侪人来为着伊祈祷，因搁一遍来得到应允讲，医治因妈妈脑瘤的主，共款嘛要医治伊的查某囝。总是伫7月的时阵，伊的查某囝过生日，当礼拜主举行伊的告别礼拜。当礼拜是伫个寇绍恩牧师的教会700-800人，我无感受到迄是壮丽，我感受迄是天顶下将斗阵拢咧学老主，因为这个家庭伊搁一遍来见证讲，虽然伊无甲伊妈妈共款得到医治，总是伊安那，伊活过了，再一次见证伊是喜乐的活过。是啊，这虽然是。电影这一句话，总是我真爱。兄弟姊妹，每个人我们都会死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活过？你活了吗？你现在活着吗？兄弟姊妹，我们可以因主，咱也是因为咱的主，咱的性命才有意义。这个44岁有一个囡仔，今麦才要读国小1年级，伊有一个囡仔。伊搁一遍来见证讲，无论如何，咱拢赢了。虽然我已经死，虽然脑瘤搞互我无气力，无呼吸，虽然我去天顶，总是天顶的第一斗阵来学咯。伊搁一遍见证，虽然我身躯死了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都赢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赢了，因为我们在天上已经赢了。咱来读这个上帝应允，敢好？请
就是亲像做捌做王，伫死的中间，也要互稳定，亲像安尼对义来做王。直到永远是对咱的主耶稣基督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活。虽然人生有黑暗的时候，但是主搁一遍来应允咱，咱毋是一个。咱伫教会，只要基督，咱就是甲主来连接；只要你透过基督，你就是甲圣父、圣子、圣神来连接。你毋是一个人，你是两三人。你伫基督会中间，你为着你所爱的、你所在乎的亲人基督，伊就是毋是一个人。人生有黑暗的时阵，咱只要同心合意来基督，咱就安那主听其要成就，成就什么？主啊，主啊，你来甲我斗3工，迄歹人吼，我要来甲伊，要来甲伊出气一下，迄个我袂堪要我气的。当你安尼甲主的求，主要成无？主讲安那？我要爱你了下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祈祷的时阵，咱听啊。主嘛要听咱祈祷，互咱的心情透过咱讲，咱家己甲遮垃圾清，但是咱清了后讲主啊。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你爱我了解。咱有真济时阵，两三个人组织，要来祈祷什么啊？互我平静安稳的生活啦，总是主爱你啊呐。来看哦，主的心意是啥物？经过风影，互咱有内心的平安。咱来求讲啊，迄个人的态度啦，改的，总是主安呐，爱改变的是咱咯。咱的两三个人祈祷中间，咱的求上帝甲咱的痛苦。咱的迄个，毋知影主啊，甲我提起好无？主确实讲安那，我会稳定教育你。咱会祈求讲，主啊来帮助阮完成阮的即个意向啊！主啊，阮要诚做万人的教会，阿门。应验无输，喊上大声，阿门。总是主要安那甲咱讲，你来看我。所以无输真第一讲基督会就是主啊，囡仔。天国小子，你来看我。伊讲，我要恁甲人教会完成伊的计划。咱若无透过祈祷，两三个人祈祷，咱的方向若是毋对，无采工啊。祈祷甲天荒地老都无采工。兄弟姊妹，应验无说定咧讲，方向比速度更重要。方向你要祈祷方向对，方向比速度更较重要。咱若行了紧，咱几个3、4个5人、几百人祈祷都无采工。咱刚好讲主啊，咱透过祈祷会时阵，两三个人组织的主啊，你要爱阮方向，阮活动，阮来想，阮要哪改变阮家己，阮要哪改变阮的团队。主啊，阮要哪改变阮三角组织？主，你要爱阮做的，阮斗阵来做。伫主内面无迄落袂正的，刚好咱来学习接受主耶稣这个福音，嘛互别人起来，咱传福音互别人，这是主的心意。咱嘛爱接受天国这个团队的服侍，咱互咱真做上帝神队友啊！神的队友一定很神，阿妹吗？啊，你要跟他同方向，唔好一直走起来，你一直走去遐无好，方向错，速度再怎么样都没有用。愿我们用这一首歌主导文，这是主教是咱的祈祷，咱搁一遍来对焦伫主。或者你感觉这首歌，我实在无啥要求，无要紧，咱就静静来唱，静静来听，会晓唱的咱斗阵来唱，咱请敬拜团来唱。伊若无事嘛，要邀请你，甲你心中已经求真久的代志。你袂明白，你来说的上帝的旨意是啥物？刚好，当你若方向对哦，主要成，主要成，因为伊是应允咱的主。请起立。
阮的日时，今仔日互我，赦免我的辜负，亲像我也有赦免辜负我的人，赦免辜负我的人，无你带我一直去，就求我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过阮的眼光，拢是你所有，爱来无尽。咱三甲用主祷文来祈祷。愿愿伫天的马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日程，伫地亲像伫天里。我的日时咱日互我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我也赦免过我的人。无你带我一直去，就叫我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即时咱来奉献，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乐意。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。阮的人生亲像一粒棋子，当阮面对十字路口的时，阮的脚毋敢踏出去。检采阮沿路，阮的路径是火的芬芳香味，检采是刺皮的葳蕤，但是阮确信，不管安怎。这拢是你伫阮生命中的命定。主求主你也互儿少母亲的每一个细囝，互因灵巧亲像蛇，互因顺良亲像钱仔。主互因会当一生无偏离伫你的道路，互因会当用天国的国籍的标来跑走。这是阮要将今仔日的奉献。以及阮的时间、金钱，拢献互主你路用，求主你接纳。祈祷拢是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，请牧师报告。报告大圣，咱要为着上述来祈祷，头一项就是咱会通正做天国的国民，
会通有福分，也会通诚做分享福音的天国的子民来祈祷。咱也为着这儿童的品格夏令营继续的同学会青年的底选，以及这个青年的领袖的兴起。后8月26，咱有阿公阿嬷节吼的关怀活动，咱开声来祈祷，求上帝来祝福。咱开声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听，将天国的福气来享受互囡仔信靠你的人。但阮会通成做有福气的人，也你交代阮成做传福气的人。愿主你祝福阮，也透过无共款的牧区来关怀无共款年龄层次的人，也互因会通同得福音的好处。特别透过8月26。阿公阿嬷的节日，阮邀请侪这个社区的兄弟姊妹，甲因的儿孙做伙来参与。愿主你的神来感动人，会通认捌你，会通领受你天国的福气。同心祈祷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大家平安，咱要做伙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来敬拜兄弟吼。来头一位，李云怡李云怡姊妹，毋知伫后壁，咱甲欢迎吼。请坐，讲20-30年前捌来啦吼，欢迎你继续来。第2位廖维基因全家吼，毋知伫倒位。来，请请起立吼，来欢迎吼。上帝所领吼。第3位侯银芬，这是主监介绍的吼，来请起立吼。谢主，请坐，请坐。哇！咱的姊妹即马足后引带人来请群主吼，来第4位吼文素芬姊妹在上面伫边缘，来边仔边仔代表教会甲因祝福者吼，来，佫有无佫有咱民园长老的这囝儿吼，都转来参加阿公阿嬷的吼选召婚啊吼。这陈颖、陈建破，少颖也即马第4代啊吼，所以拢做组啊吼。来，其他佫有无？若无，咱来看周辈的消息，请青年先入来好无？咱伫青年牧区的部分吼，咱今仔日伫礼拜中间，咱要来举行车牌引到伫新店5凤乡的美好曼教会吼，要到伫迄个所在检采是要帮衬迄个教会，原住民的教会，总是这是互因的生命会通得到成长吼，毋是要教人啥物，是上帝要透过安尼教因啥物啦吼。
无人翕相。咱三甲来祈祷，咱开声来祈祷，为着这个青年，互因用因的时间能力听心，伫因的言语行为听心顶面来成做这山顶小朋友，也是讲遐无信的，这原住民的兄弟姊妹的一个祝福。咱开声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爱阮去招万百姓来做你的学生。这个青年人回应主你的呼召，因愿意讲我伫遮，请找我，要到伫新店五方乡的美好曼教会，为主你来宣扬福音，检测因的经验，因的气力有限。总是靠着你加添，互因气力，因凡事拢有的。因要奉主的名来祝福人，你的福气就临到伫迄个人的身上。因奉主的名为人祈祷，你的平安就临到伫迄个人的身上。愿主祝福，迦南教会车派这青年人成做迦南教会大使，遍传福音。求你守守你的圣神，甲你的气力，甲你三同在，互因通成做这个小朋友一个真好的学习的对象。也透过安尼，互因知影因气力无够，我靠你所予因的，因就会通去面对所要服侍的事工。愿主甲面三同在，祈祷恳求，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搁先拍鼓甲因祝福。拍甲因行喙安尼吼。咱也来看周边消息。咱9月初一、9月第礼拜吼，咱要举行第5次的圣礼典，要报名洗礼吼。你若心有感动，要报名洗礼的兄弟吼，请甲牧师报名，也是甲咱的行政干事来报名吼。拄啊花鼓礼拜了，我伫楼骹有一个姊妹带一个兄弟啊，牧师我的朋友要报名洗礼。这个姊妹今年才洗礼尔，伊搁带伊的朋友来亲近耶稣。有一段时间今日下骹伊用行动写报名表，讲牧师，我报名洗礼啊兄弟姊妹，感谢主互咱每一个人，这个团队毋是干那牧者中一团队你我每一个人拢是正做啥物？迦南教会的侍奉的团队，阿门吗？所以咱袂记透过小组，咱看见足侪已经有几啊个报名要洗礼啊所以感谢主，因为你上帝要透过你正做施恩所的管道，所以咱也有这9月初9开始有小组长的训练。你既然是有参加过熟龄家长。你的组长、你的区长有鼓励你拢会通伫遮来参加。有参加过，会使搁来参加袂？毋通见讲过去，讲了随袂记袂记不要紧，搁来参加牧师会搁一遍帮助咱，会当知影要怎去关心人、传福音。咱伫这个基要真理也有暂停咱
特别替树林长的娘来祈祷吼，身躯有一寡遮个问题，即马当入病院咧检查，咱继续用大祷来祝福，互咱的兄弟心身灵拢有通得到健康。有参加8月16到18中会遮个双联的花莲台东灵修旅游的兄弟吼，万袂记恁爱知的物件吼，搁有伫8月16拜四7点半伫火车头吼，你毋通来遮等游览车迄吼，来去等火车吼，照迄个时间吼，个人的用品、药品吼，你家己爱照好。咱伫社区的时间，咱双联大学吼，9月初10就要地学期的开学吼。8月开始，咱会通开始报名，年满50岁以上的兄弟吼，你拢会通伫遮报名吼。若要报名的吼，请咱注意，伫10月初4有要办户外吼，即个关怀活动，要去福山植物园、福山植物园吼。所以这是爱参加即个双联大学，敢会通报名吼。所以你若感觉想要去福山植物园吼，请你倒来报啥物？双联大学安尼好毋好？哦，所以这是咱双联大学，因为开学了这拢爱事先去登记、去申请，所以会提早有即款的报名吼。所以请咱会通斗相报吼。咱8月26，即马知影讲，即马有新的一个。阿公阿妈节无？吼，今年伫8月26吼，咱会透过咱的德福关怀据点来办遮个结合着咱的礼拜，所以是一个福音主日，也会通互遮个外口的社区的时代做伙来参与伫咱的遮个活动，所以迄天会用无共款的礼拜方式吼，所以咱期待会通伫遐来参与。若有参与伫即个中间的吼，要报名参与遮活动吼，一个人100块，包括材料，包括餐吼，包括有侪遮个真精彩活动，所以咱为着即个伫遮来关怀吼，来大祷。具体消息，咱看第后礼拜牧师有甲咱的圣歌队员会去金门吼。咱为着这时间来祈祷，咱第4组的王孝仪兄弟，伊的老母王占芳姊妹伫8月初78世吼，享年88岁，因为无信主，所以伫家人的殡仪馆进行厅要举行公祭，咱为着这个遗族伫遮来祈祷，失去亲人迄个哀伤，求圣神来安慰因吼。虽然无信主，总是咱会通为着因野外地的遮个亲人来祈祷，互因有机会来信靠主吼。其他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，咱来读2遍今仔日的金句，做伙来。因为不论什么所在，有2、3人伫我的名聚集，我也伫因中间。马太福音18章20节，搁一遍来。因为无论什么所在，有2、3人伫我的名聚集，我也伫因中间。马太福音18章20节。咱做伙来吟圣诗386首，天的万百万国万民，吟诗煞请应验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万国万民，敬拜上帝，白行圣事，何乐生为的上帝，尊名流传的高万世。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拯救的恩临到所有望来接受信仰的人、相信伊的人，
愿天父上帝永远无改变的听临到需要听的人的所在。愿即时来感动咱的圣神，真侪保惠师，甲咱三甲弟弟，对遮出去到咱的厝，出去到咱工作的所在，出去到每一个需要听的所在，每一个需要望的所在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咱来礼拜到遮，彼此来请安，彼此来祝福。